接受申請，5個屋苑都係2年樓花，預計2016年起好。12月接受申請嘅5個居屋屋苑，以荃灣沙咀道上翠苑單位最多，3棟居屋提供900幾個單位。附近嘅私人屋苑明日居實用面積每尺9200蚊，假設房委會提供7成市值，尺價近6400，有可能係呢一期最貴嘅居屋。其餘4個屋苑都係單棟樓，青衣清俊苑有465個單位，按市值7折尺價預計大約要5200蚊。大圍美柏苑同美盈苑每個同樣不足300伙，估計市值7折尺價大約要6000蚊。區內公屋居民有唔同意見。你真係住喺公屋嘅，你應該都唔會儲到好多錢咯。係啊，你個收入亦都唔係咁多咯。咁你就算係綠表嘅，平極有行咯。有層樓你就唔使驚嘛，唔使高租嗰啲嘛，公園都係自己㗎嘛。呢個啲係高租嘛，租金都唔平嘅而家。離市區最遠嘅元朗雲富苑